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8月30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2篇，箴言21章第1节到第4节，24节到26节。马太福音20章20节到28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乌白球啦吼。祈祷祈求敢会使？当然会使，因为伫圣经中间，甲咱讲这是耶稣基督应允世间人的祝福。伊并且真明白来指示讲，恁若有2-3个人同心合意祈祷，伫天顶的白就要来回应，还是讲成全恁的祈祷。耶稣基督佮教导门徒讲，恁求就要得到，拍门就甲恁开门。但是这真正是拢完全无有限制吗？箴言21章第1节到第4节，24节到26节，所罗门王的话安尼咧讲：王的心伫上主的手中，亲像水流照上帝所定的方向在流。人看家己所做着。毋顾上主心查人的动机，并公行义比献祭搁较会得到上主的接纳。目头悬心骄傲是歹人，在炫耀家己拢是罪。骄傲自高的人名叫做愚慢，做伊代志状况。贫惰的人会互家己的欲望害死，因为伊的手毋肯做工。有人规日贪心不知足，二人慷慨施舍。伫遮讲到迄个贪心不足的祈祷祈求，其实伫新约雅各嘛安尼来提醒基督徒吼。伊伫这个雅各书第4章第2节到第3节，安尼咧讲到讲，恁贪戀也是得袂到，恁殺害嫉妒又搁鬥毆爭戰，也袂當得。恁得袂到，毋是因為恁無求啦，嘛恁所求的嘛得袂到啦，因為恁烏白求啦。在浪费恁伫家己伫迄个宴乐的中间啦。妄求、乌白求是基督徒上大的罪，因为这无符合着上帝的旨意，搁较甲耶稣基督的教导互相违背。马太福音20章20节到28节记载着耶稣基督的2个门徒甲因的老母来找耶稣基督的代志。基本上呢，这个的要求拢是贪心，嘛是妄求。圣经的记载，迄时西庇太的某带伊的2个囝来见耶稣，跪落去伫伊的面前求一项代志。耶稣问伊讲：“你爱什么？”伊应讲：“你做王的时阵，请你互我这2个囝，一个坐你的正边，一个你的倒边。”耶稣讲：“恁毋知家己在求什么？我特别啉的杯，恁会当啉袂？”因讲：“愿会。”耶稣甲因讲：“我的杯恁要啉，不过坐伫我的正边、倒边，毋是我会当互人的。我的爸为着什么人准备，就互什么人。”其他10个门徒听着，就对迄2个兄弟生气。耶稣就既然来甲因讲：“恁知外邦人有统治在甲因管辖，有领袖在甲因支配。恁中间就毋应该安尼。恁中间爱做大个，就做恁的妻婴；爱做第一个，就着做恁的仆人。拄亲像人子来，毋是要互人服侍，反倒是要甲人服侍。
甚至牺牲家己的性命来赎回真济人。诗篇112篇，哈利路亚！称赞上主，敬畏上主，深深意爱伊诫命的这款的人真有福气。因的子孙伫以色列地一定强盛，正直的人的后代一定受祝福。因会家内充满财富，因的好行为存到永远。正直的人伫黑暗的中间有光在照因，因有恩惠，有怜悯，有公义。慷慨借人，佮公正处理家己的代志的，即款的人事事顺利。义人绝对袂失败，因永远互人笑脸。歹消息因拢毋惊，因为心坚定。我靠上主，因的心自在，拢袂惊吓。最后会看到对敌互上主拍线。因慷慨真济善车人，因的好行为存到永远。因的头会当夜悬，受人尊敬。歹人看了大受气，家己切起，望拢无去。歹人的心愿拢落空。恳求主爱主赦免阮遐会错误了解祈祷甲祝福的人，也帮助因无贪心，无黑白求。特别当因求家己的利益的时阵，恳求主你来赦免帮助因，会通更加纪念遐个互因所欺负的对象。求主亲自来请算阮的提醒，互阮也避免这个贪心、拒绝黑白求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